我觉得这个活动非常新鲜，非常新奇，非常好。因为尤其在这个中午大家吃饭的时候，对不对？突然有一个这个快闪的这个音乐的活动，我觉得很特别，因为如果要去看音乐会的话，可能要到一些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去看。可是，在这么百货公司那么多平凡的地方，我觉得也能看到还蛮印象深刻的。